什么？他是哥哥凭一句，表露心想去分内。你们前去问候，那张生说些什么？他是父亲将恩当作仇，今叫小孙子拜堂上西边女。那有你，那有你，你有的是吗？你有的是吗？小几分，快快说！他生娘，你先走。那小姐你，叫小姐传情一落雨。一个女儿家官爷三更，老做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叫他来做什么。快快进